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中秋，先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对无？大家有食月饼无？咱今仔日来说到即个叫做山坎哦，拄则山坎，一分钟前学诶吼，叫做啥物？就是山坎山坎，就是悬崖，对无？山坎。即个顶悬，咱今仔日要来爬悬崖。老师爬山爬无够快哦，要来去行即个山坎。有人行过山坎，顶悬吼有一间有足侪秘密，对无？对，迄个山坎诶地方遐行入去，石头内就是一间教堂，这个厉害哦！一个修道院啦，迄是修道院。一个修道院，也是足水诶所在哦。所以咱要为即个顶礼拜，是，这个是顶礼拜讲去迄个啥物？伫个乌海诶边啊。伫乌海诶边仔看着，来行去到下骹对无？下骹诶山谷内底啊，伫山诶内底。伫个山内底，即个是一个公园哦，听讲是一个国家公园。一个国家诶公园。所以，即个公园是因为有一个峡谷对无？所以因法变在伫迄个山坎顶悬，都有1200公尺哦，遮尔悬。是。所以咱看等下，即个咱拄则讲诶即个所在，为遮来行落口下骹，毋是用行诶啦吼，坐车对无？坐车过车开始拢是山路，叫做本都啦，本都山脉啦。你有看足侪人吼，为遐行去，为即个边仔遮行去哦。所以伊是386年起诶，2000当安尼吼，2000几2000当啊无？对，2000当，计要到2000当啊。了本町山脉哦，足济拢翻译做本都山脉，拢袂要紧啦，就是 Pontic，反正迄是原来是希腊话啦，土耳其话啦，来个英文啦，逐个人发音拢无共，佮翻译做中文吼，中文有足济款名，一个国王诶名就足济啊，就拢有3、4个名，所以咱咧读册足困难。是，迄名翻译乱七八糟诶吼。就是讲有一个人，两个什物修士。即个小可意思就是讲，听讲较早啦，有2个修士，就是款修道院诶人吼，因着要找一身玛利亚，因为迄是玛利亚有较特别，是使徒路加所做诶，伊做诶一个圣像，特别去找，结果就是本都山脉吼。本都山脉意思就是讲伫乌海诶边仔诶山脉啊，海岸山脉啊，叫做本都啦，伊也是土耳其诶话。就伫遐找着，所以就是即个山坎诶顶悬来去即个修道院。所以是因为找着即个嘛是即个像像我甲即个像放伫遮。欢起一个迄个吼，所以你看这真正是这啥物山坎，山诶顶悬。所以爱即个修道院拢家拢干那翕一面，因为伊干那一面互你看，另外迄面伫山诶内底无人看会到。我就问老师讲，奇怪哦，哪会无远远啊翕一个，互阮看一个全部。大概无后壁面咧。翕袂着哦，即阮爱用空拍机才当翕着。去看到后壁吼，后壁老师有影片。即个所在嘛，听讲足济。咱顶礼拜有介绍诶。10个壁画。10个壁画。还是讲10壁画吼，拢会使吼。嘿啊，你看遮尔济人为遮安尼，所以一条路。一条爬楼梯去。慢慢啊爬，足济人吼。所以咱
遮顶悬吼，足侪话，就像迄咱顶礼拜讲诶吼，伊是甲迄个石灰用互淡吼，较紧甲伊画起。画起来着几百档诶拢袂褪色，伊画全部拢是圣经诶故事。是，所以为什么个什么人口交换，这是贩卖人口吗？人口交换就是讲，因为土耳其伊成立一个国家，因是拢是因诶宗教叫做穆斯林嘛，拢回教。伊甲东正教是袂合诶，所以叫希腊有足侪希腊人来住伫遮，着叫因转去，因诶希腊，伫希腊诶土耳其诶人叫伊转来阮遮吼，两个交换，因为宗教诶无共款。就是讲，你要信迄个，穆斯林诶人留落来，你若个希腊东正教，像即间修道院吼，就是东正教修道院嘛，所有内底修道院诶修士全部拢嘛是正教诶，着拢往赶出啊。即间修道院着拢无啊，着拢无人。因着袂使伫土耳其，所以爱转去因诶希腊。希腊来伊着甲迄个像藏起来，是毋是？藏起来，后来佮甲搬转去，后来因伫希腊诶顶悬个马其顿，伫马其顿诶一个山诶顶悬，共款伫迄山顶起一个修道院，起好以后，着甲伊藏诶一寡宝贝伊纪念诶物件，拢搬转去因希腊诶修道院。是安尼厉害。共款有即个吼，所以你伫希腊，你会当找着即个。马其顿，你哪会当找着？即个叫做苏美拉修道院。结果你是毋是逐间迄个教会还是啥物拢爱互会小过安尼？因为时间久嘛，个逐个人拢伫内底煮食啦，啥拢伫内面，有时拢用木材做诶，内底装潢，着烧起来，所以逐位拢会火烧啦。是，着像迄最近迄个巴黎诶圣母院吼，所以烧了5档佫起好啊，有人去过无？阮讲者，听讲足水啊！来，所以因佫后来佫重启诶啊吼。讲2012年对无？1201海拔啦，是修道院诶悬度，伫迄个山顶12公尺。所以伊会政府的，政府的出钱来修理，因为为了观光啊，因为观光诶收入本来真济，因为每一日拢有真侪人来观光，所以土耳其政府就甲遮修理起来。若无修理，你看伊所有诶宝贝物件拢摕去希腊，佫有火烧过，无人伫遮住，因为修道院诶修道士拢无伫咧啊，无伫咧，即间就拍远伫遮。无人管，着差不多要烂去。已经时间也过了2000冬所以着较紧甲伊修理起来。目前已经开放，你会当去参观啦。所以内面基本是无住人诶。无住人，但是一面还搁咧修理诶即个所在跟即个国王有关系哦。甲迄个国王真有关系，即个国王拢爱特别知影，尤其基督徒拢爱知影伊。大家拢爱熟悉。因为伊做皇帝诶时间是379到395年在位。伊是罗马帝国诶最后一个皇帝。伊本地罗马帝国毋是一个尔，一个国家后来分做东罗马、西罗马，分做两个。分做两个以前最后一个皇帝。所以伊诶囝两个囝，伊两个囝甲伊一个分伫大汉诶分伫东边，第二个分伫西边，就是
一个伫金士坦丁堡啦，一个住伫意大利啦，两个囝就伫遐做两边的罗马帝国的国王，就慢慢因为两边的语言无共款，伫金士坦丁这边是用希腊话，因拢用希腊语咧讲话啊。伫意大利那边的拢用拉丁啦，用意大利的话咧讲话，两边就无共，因为做礼拜仪式也无共，慢慢就拢分开去啊。所以伊是甲基督教做迄个，伊就咧有统的一个足重要的尼西亚圣经。因为尼西亚圣经是迄个金士坦丁堡的前任，就是伊的前任迄个皇帝已经了调集所有的修士来开会，因为逐个人主张无共款，所以教会拢袂合一，来开会，逐个就制定一个信仰的经典，就讲叫做尼西亚，因为伊是一个所在叫做尼西亚定着即个圣经，定着以后共款阁有足济问题，所以即个皇帝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即个狄奥多西一世，伊就阁一概调集所有的人，各宗派的教会负责人来伫金士坦丁堡开会。这是第二届，第一届是尼西亚，所以叫做尼西亚圣经嘛，来伊即届开会伫迄个金士坦丁堡，就变成即只开会以后就决定讲内容是安怎，决定以后差不多全部的人拢同意啦，拢同意讲好安尼，以后若毋是照安尼，就是异端，变若是基督教，就是爱照即个。所以尼西亚圣经足重要啦，是安怎讲足重要？因为全部的东正教都是干那有即个圣经，无别项，所以伊的信仰的上界基本的信仰的内容，就是照即个圣经来。所以你无读袂使，一定要了解。其他的天主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神教，什么教拢无要紧，因主要的教派。阮拢同意即个圣经，像浸信会啦、长老会啦、新调会啦、兄弟会啦、福音派啦、解决宗啊，人讲神教来圣公会啦、圣理宗，全部拢通过，拢总接受。若无接受的，就是异端。所以你应该要检查啦，检查看你家己是毋是照即个圣经来行。所以后来去互人写个较简单的使徒圣经啊，使徒圣经，就是较为遮来的伊较简单写这厉害哦！你看遮浸信会对啦，差不多咱想会到的，若想袂到的，差不多是什么话是异端，伊若无信心车就是异端。伊主要内容是讲，阮信独一专灵的上帝，伊开头的第一句就是安尼，独一的无第二个伊是创造天地一切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，阮信独一的主要所基督上帝独生囝，佮煞来继续落去有人用这个做祈祷文，逐礼拜4礼拜以前读一届。有人逐礼拜有读诶无？阮这本伫斯洛伐克诶教会是逐礼拜拢有读结果因为内面诶一句话，两个教会分开，这真正厉害诶是因为因为你写圣经咱知影是用希腊文写诶，即摆到罗马遐算是用拉丁文，佮翻译过来嘛，伊翻译过是加一句话，迄句话我看袂，外行人看袂出啥物啦，内行人就安尼看到感觉毋对啦，两边就愈分愈开啦。无注意诶人感觉也无啥物，毋是拢共款。无讲你毋是专门在研究神学诶人，其实拢共款啦。拢对爸出，还是对爸甲囝出，毋是差不多。
嘿啊，人阿爸就是囝，囝就是对爸。啊，人迄个学家吼，学家是研究较足细，所以因着知影讲安尼毋好，基本的信用最重要。有诶人就感觉讲袂使有即两字兼囝对无？敢会当爸安尼吼，所以就是分开啊。哦，这真正是为着一句话，这像迄挤牙膏对无？人讲挤牙膏，为着一个牙膏安尼冤家吼。今仔日老师嘛是有翕无虽然即届老师讲伊袂记咧开啥物防震器，所以翕出来影片拢会动哦。对啊，你即摆看到即张图中迄个是皇帝啊，边仔是迄个主教，边仔四个主教，中迄个皇帝，借着尼西亚圣经。是，所以咱先来看老师翕的即个影片哦。已经爬到1200公尺的顶端，山坎。所以这是内面，这是内底，是南北，所以画内底外口拢画较满。这有厉害呢，规个拢画满满，我毋捌看过。哇，非常的精彩吼！因为老师袂记咧开一个方阵，所以咱看到的是一只鸟仔伫遐飞，鸟仔的视野对无？为鸟仔的身躯看迄吼，会点仔叮当的吼。所以咱今仔日观众朋友有了解啥物秘密啦无？伊就是藏伫内面吼。互人藏伫内面的哦，互来挖出来吼，真好耍吼，嘛真精彩。有捌看过伫即个山坎对无？老师悬台，叫做山坎，安尼逐个学会晓袂？今仔日拄好伫中秋，就是咱讲的月娘，伫上大。圣经有写讲白日太阳袂伤你。没事，月娘也袂害你。毋过日时啊，阮会当看到月娘。这是日时的月娘诶。日时的月娘，日时的月娘共款保护你。是，其实毋是月娘会保护人对无？就是讲
是上帝保护你啊。创造伊诶上帝啊吼，即点老师翕诶吼，这真水，就是讲其实遮个拢是上帝创造诶哦。若讲遮无上帝，永远是袂当伤害你诶哦。所以今仔日有同你诶厝里诶人做伙食饭诶无？阮遮流行哦，就是家族，因为来遮诶人可能拢是家族吼，因拢会做伙食饭吼。但即阵台湾较少你过迄个食即个团圆饭对无？大家拢出去耍较济吼，真是。好，多谢咱诶观众朋友来捧场，然后有明辉、美秋、美华吼，啊，佮有无甲咱写字诶观众朋友吼，嘛祝福恁会当拢平安吼，来挂靠上帝，上帝祝福互恁安尼，啊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，共款时间后礼拜一下暗8:10台湾。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个做伙来听老师讲啥物故事诶？老师有要透露？下礼拜要讲山顶，咱有哪讲阿妹利亚遐个故事。是。就是山顶诶基督教，古早基督教。就是好，一定会记来捧场哦。好，安尼大家中秋快乐，平安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。